第4章第2到第3節，約翰一書第4章第2到第3節。聖經咁講，亦都係你嘅周刊裏邊有刊登出嚟嘅金句，亦都 PowerPoint 裏邊有係打出嚟噶啦。聖經咁講話，凡靈認耶穌基督係成咗肉身嚟嘅，就係出於神嘅。從此你們可以認出神嘅靈來。凡靈不認耶穌，就不是出於神。這是那敵基督者嘅靈。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，現在已經在世上了。嗱，呢一段經文喺宗教文獻嚟講係一段非常之重要嘅經文。喺個世界上面有兩種嘅奇怪嘅傳說。第一種就係認為所有宗教都係一樣啊，呢種嘅講法係對宗教冇研究嘅人嘅一個常常掛在喺口唇邊嘅說話。第二就係認為係呢個世界上邊有兩種嘅極端嘅，就係有一種認為呢個世界上冇鬼亦都冇神噶，所以咩都唔可以講鬼，咩都唔可以講神，所有嘢都講科學。OK， 但係另一種嘅極端就乜都同鬼有關，乜都同神有關，呢個係另一種極端。嗱，我哋點樣處理喺今日喺靈界揭秘嘅裏邊，點樣處理呢啲嘅問題呢？嗱，其實你要睇下喺最近，因為我哋點解要講呢個題目？因為聽日就係7月嘅7號七夕咁啊。而家話台灣同大陸嘅男女都好緊張啦，因為嗰日係相睇嘅日子。但係再過多8日呢，就係7月14。大家都知啦，入咗7月之後，你嘅家長就好緊張啦。去到7月份呢，好多家長就同啲仔女講，落街要小心啊，唔好咁夜翻屋企啊，有錢唔好執啊，有人嗌你唔好應啊。OK 啊，即係嗱咁啊，大家營造咗個氣氛呢，係大家好驚嘅一個月份。咁最近台灣嘅亞洲大學台灣民族文物館咧，特別舉辦咗一個叫台灣鬼文化迷失展。副館長咧就指出7月份佢哋經過研究喺歷史嘅考究嘅裏邊呢，就7月份原本係屬於一個吉月，係過往係皇帝落葬嘅日子。直到幾時改變咗呢樣嘢呢？就係到明朝朱元璋嘅時候啊，因為朱元璋你要知道喺如果歷史裏邊、中國史裏邊冇錯嘅形容呢，呢個好自私同埋心胸狹隘嘅人。到咗皇帝之後，所有幫過打江山嘅人，大部分都不得好死啊！嚇，咁我哋見到呢個咁自私狹隘嘅人呢，就係揾一啲假嘅道士散發呢個嘅傳單呢，就話7月份係大凶之日，就樣樣都不利噶啦。咁因為咁嘅緣故咧，就明朝到而家咧，大家認為7月咧就乜都唔做得。嗱，你諗下有冇人7月14結婚咧？你唔會揀舊歷7月14啊，係咪？新歷7月14得。你揀咗個結婚請人飲，人哋都諗緊嚟唔嚟啊？你明唔明啊？哇！娶個鬼新娘啊，定係娶個鬼新郎啊？好驚啊！大家都嗱，我哋見到呢一次嘅平反究竟有冇效咧？相信都影響都唔會太大啊！我哋喺聖經裏邊提到嘅鬼神之說，嗱，有好多話宗教所有宗教都係一樣嘅，呢種係對宗教冇研究嘅人嘅講法，因為對鬼神嘅睇法，唔同宗教都已經有唔同嘅處理啦。例如我喺電台成日開咪嘅時候，有段時間開咪有一個人就走嚟問我話：牧師，你哋基督教信有鬼嘅咩？咁我話係啊，我信有鬼嘅。咁我唔知佢問乜，佢咁問我咁答。後來識耐咗就知啦，原來佢所講嘅同我所講嘅同一個字，但係意思不一樣。佢話乜？你基督教信人死咗之後變鬼嘅咩？咁我話唔係喎，唔係喎。OK， 咁你好清楚見到我哋中國嘅第一個宗教，應該咁樣講，中國人嘅宗教係由民間宗教開始啦。其實大部分民族都由民間宗教開始嘅。我哋研究民間宗教嘅就知道咧，民間宗教係好鬆散，但係有啲嘅 norm 喺度嘅。呢個民間宗教觀念影響好深遠嘅。後來道教係我哋中國第一大宗教出現，就將民間宗教吸納咗喺道教裏邊，所以而家我哋分唔係好清楚，究竟佢係民間宗教嘅嘢定係道教嘅嘢啦，唔係好分得好清楚。不過喺甲骨文裏邊寫鬼呢個字咧，鬼係形容咗人死咗之後一個狀態。嗱，因為甲骨文裏邊再冇多嘅形容關於鬼嘅係鬼係乜嘢嚟噶，即係講話人死後一個狀態有別於人嘅就叫做鬼。後來你再發覺根據係民間宗教嘅傳說啦，咩幾日之後就會回魂啊，翻嚟個拖鞋會喐啊，啲米會咪攞咗啊，隻雞唔見咗啊，呢啲咁啊，哇喺一路一傳十傳百，大家就好驚啦。跟住喺道教嘅裏邊咧，係行咗好多個儀式。嗱，你要記清楚，各位
喺道教裏邊對生人嘅就叫做打醮 ，OK。所以喺長洲搶包山就係打醮儀式嘅其中一個環節嚇，即係所以點解搶啲包食咗會蒙福咧？因為經過打醮一個嘅儀式去做㗎，你聽得清楚啊！所以你問我基督徒應唔應該搶包山食嗰啲包咧？咁我覺得冇乜必要嘅 ，OK。即係你食嗰啲打個醮嘅儀式底下個包去蒙福嗰啲嘅福祿壽寫晒喺度，但係同一個宗教儀式對死人做同一樣啊，同一個儀式就叫做打齋。嗱，所以係完全唔同嘅做法，所以你唔會揾人嚟幫你打齋嘅。即係但係你有錢人家會揾啲道士嚟幫佢打醮嘅喎，一個係希望讓風調雨順啊、國泰民安啊會做。嗱，喺道教嘅認為嘅鬼，佛教認為嘅鬼係人死咗之後變成噶，但係基督教認為嘅鬼咧就係唔係人死之後變成噶，人死咗之後去到個地方，呢個地方叫陰間，喺個陰間嘅地方。嗱，我哋喺聖經裏邊關於人死之後嘅狀態，我哋資料不多，我哋好少資料啫，資料好有限。就係人死之後去個陰間，呢個陰間裏邊嘅人嘅鬼係唔會，我哋上稱叫鬼啦嚇，我哋因為有別於人啊嘛。OK， 呢啲嘅鬼係唔會係影響到陽間嘅人噶，喺基督教嘅觀念係咁噶。咁我哋喺陽間見到個鬼係咩嚟嘅咧？基督教認為嗰個鬼就係魔鬼，原本係天使，佢敵擋上帝，變成咗魔鬼，帶走咗1/3天使，所以天使有1/3係壞嘅，2/3係仍然係好嘅，嚟喺世間上面影響咗人。嗱，咁我哋見到道教點樣處理鬼，佛教點樣處理鬼，同埋基督教點樣處理鬼咧，係同佢嘅信念好唔一樣噶。道教係捉鬼噶，即係天師係捉鬼噶。點解道教會捉鬼？因為道教認為鬼係可以被用噶，係，所以我哋話有錢使得鬼推磨即係五鬼運財呢啲咧，就道教思想嚟噶。嗱，但係咧唔知點解撈下咧，就即係佛教人士都講埋呢啲嘢，好奇怪即係係好奇怪嘅事嚟嘅。佛教咧就唔係捉鬼嘅，佛教咧就係超度亡魂噶。嗱，如果從佛教嘅觀念咧，超度亡魂，我就同一啲喺馬來西亞，我舊年就同阿星雲嘅大弟子對話，今年我9月下個月我過去就再同佢對話，就係講鬼節嘅睇法，大家唔同宗教對鬼嘅睇法。咁我話，如果從佛教嘅睇法就係話，逢係人死咗之後心願未了啊，或者即係有啲冤情未了咧，就會怨氣甚重，變成咗冤鬼。咁我話死咯，咁10個着9個都變冤鬼。你諗下，大部分人死嗰一刻都唔係好想死嘅，你明唔明？我即係你諗下有邊個話我預備好我死啦咁啊嚇？即係話我都係快啲死啦，唔係好想做人啊！都好少啊，好少人係咁啊。大部分人都係唔想死住噶，未睇到個仔大，未睇到個女大，未抱孫，個孫未大，咁啊而家睇4代先死啫。嗱，我哋見到咁啊好弊，咁啊個個都冤魂，咁佢哋係超度亡魂噶，所以係有嗱。所以你要見到咧，喺7月份嘅裏邊，加上佛教嘅盂蘭盛會咧，就認為鬼門關大開，就佢哋要超度呢啲嘅亡魂咁啊超度就係減咗佢哋嘅怨氣啊，以至到佛教徒又做咗一啲嘅積咗一啲嘅功德，係成個過程係咁樣噶。咁但係好恐怖喎！我就同嗰個我星雲大弟子講，我話喂，好恐怖啊！呢件事即係鬼門關大開。啲鬼係咁衝上嚟啊！成條街都係鬼，你諗下落街每晚成條街都係鬼，鬼門關大開，你諗下有幾多鬼？歷世歷代幾多鬼啊？你諗下，我衝晒上嚟，咁我一個唔覺意佢撞到我咁點咧？佢話唔係啊，你冤有頭債有主，你對佢有債咧，佢先揾你還嘅。我鬼知我上一世有冇同佢有冇債啊？你明唔明我講啊？俾佢撞正先知喎，咁啊你話咁不如都係唔好落街好啦。嗱，所以點解形成咗個個唔敢落街？嗱，所以講唔通嘅呢樣嘢。你一方面又話鬼門關大開，第二方面話放心落街啦，咁啊，梗係唔放心啦。我就問另一個問題，我話你諗下，而家成街都係車，你過馬路係咪要好小心啊？紅綠燈又壞咗啦，咁你敢唔敢過啊？我話呢個世界總有意外嘅喎，嘭聲撞死咗你咁點啊？咩叫意外啊？人世間都有意外啊，陰曹地府有冇意外啊？答唔到我噶，因為冇人知啊，有冇意外啊？咁先。如果有咧，如果有咁點啊？一個意外佢撞死咗我咁點啊？一個意外撞咗我上身咁點啊？梗係驚啊！大家唔敢落街嗱，所以盂蘭盛會呢啲日子就大家唔敢落街。
基督教咧，基督教就唔係捉鬼，基督教唔係超度，基督教係趕鬼噶。嗱，你諗真啲，如果你係鬼啊，唔好意思，OK， 你諗真啲，即係如果我係鬼 ，OK， 咁我對於3個宗教界嘅人士，我個態度會係點咧？我見到道士我要走啊，因為俾佢捉喎，捉咗我成為咗個奴隸俾佢用喎，我梗係走啊，係咪先？我見到佛教人士佢減下我怨氣都幾受歡迎嘅，係嘛？即係佢勸下我唔好咁嬲啦，邊個害咗你？你嬲都係俾鬼㗎啦，係嘛？即係咁我又舒服啲喎，好似聽下勸。咁啊，但係基督教咧，我介乎於中意同唔中意之間，因為佢趕我喎，咁佢趕我咪走咯。咁你唔歡迎我趕我咪走咯，係咪先 ？OK， 你對3個宗教界嘅人士，你會好唔同嘅態度。但喺聖經裏邊就提到。嗰隻鬼唔係人死後變成嘅就不一樣啦，就唔一樣啦，各位。因為我哋頭先講到道教同埋佛教認為人死咗之後變鬼，鬼仍然對陽間有影響力。但係基督教相信嘅人死咗之後嗰個狀態，你可以用鬼嚟形容，但係佢係對人間冇任何影響力噶。咁嘅時候喺地上，我哋見到個鬼係咩嚟咧？有啲話親戚，我覺得好奇怪，有啲親戚可以幾廿年仲可以同你傾偈嘅。如果你係信佛教嘅，冇理由你個親戚可以咁多年同你一齊唔輪迴嘅。你明我講啊 ？OK， 嗱，我哋分得好清楚，究竟你咩宗教信仰去解釋嗰個靈界嘅現象？基督教就絕對唔會相信嗰個係你親戚嚟噶。咁你會點樣理解呢件事咧？基督教認為魔鬼有2方面嘅工作，一方面係做迷惑嘅工作，另一方面係做破壞嘅工作。嗱。我去中學咧，通常做一啲嘅調查咧。如果講親靈界問題咧，我會調查就問中學生有幾多個中學生你試過俾鬼責咁啊？通常4至5成嘅學生舉手嘅，所以咧中學生嘅靈界經驗多半係俾鬼責嘅經驗嚟嘅。咩叫俾鬼責咧？就可能你都經歷過嘅，就夜晚瞓一覺，啱啱差唔多瞓着，突然間唔喐得，你就知你自己唔喐得話最重要啊 ！OK。而你隻耳仔聽到嘢噶，你眼睇到嘢噶，嗌把聲去到喉嚨發唔到聲，想嗌救命極唔到。而有一種現象仲恐怖，就係你隻眼冇擘大，你睇到你自己。嗱，眼冇擘大，你知你眼冇擘大，但係你仍然睇到你間房嘅現象，但係睇唔到任何嘢，但係你覺得有嘢擲住你，唔喐得。你知道咩叫有嘢擲住你啊？咁嘅現象，等間過咗一陣間，你捉得翻啦，咁你好驚，走出去同阿媽講：阿媽，好嘢啊！頭先嘢擲住我，有嘢擲住我，係你嘅形容嚟噶啦，係咪？有嘢擲住我，咁你阿媽話：冇事，諗多咗，瞓哥，咁啊，咁你阿媽聽日就即刻落去問佢靈界顧問，就係元寶蠟燭鋪嗰個老細。係佢靈界顧問嚟噶，喂！尋晚我個女咧，好似見到啲污糟嘢喎，咁啊嗰個鋪頭呢個顧問就話得噶啦，20蚊雞執包嘢翻去6點鐘向某個方向燒咗就得噶啦。呢個顧問真係平啊，20蚊就搞掂噶啦。OK，咁啊燒完之後咧冇事啦，咁就冇事啦。如果有事繼續有事咧，咁就唔知點算好噶啦。我哋知道喺呢個係通常係中學生一般嘅靈界經驗，就係俾鬼責。嗱，更加嚴重嘅咧，鬼責係嗰個次數係好頻密，而且甚至乎有人聞到味，甚至乎有女士會感覺到嗰個靈界係非禮佢噶。嗱，呢一種係越嚟越係厲害嘅鬼責啦。如果你人生裏邊得一次被鬼責經驗，就唔使處理啦。但係不斷俾鬼責嘅咧，咁就需要處理。咁而喺中學裏邊，你見到女同學，通常佢嘅靈界經驗就係玩碟仙、銀仙、紙仙係用手指玩嘅，會。而男同學玩嘅就會係唔會玩埋啲咁嘅嘢嘅，就我哋講緊係我哋嗰個年代。等陣我講俾你聽，而家年代開始轉變啦。男仔通常玩咩？就玩神功同神打，就係請神上身。有一次我去到間中學裏邊咧，有一個男同學就請咗神上身，一請即刻就跳咗上去老師嗰張台度咧。如果你中學嘅經驗，你還記得依稀記得中學圖畫嚇，即係我唔知佢哋有中學幾多年啦已經。老師張台係大啲噶嘛，我唔聲跳咗上去老師張台嗰度，好奇怪啦！中學嘅課室咧，通常樓底唔係好高噶，大概係8至9尺咁上緊啦，好少10尺、10幾尺噶。就算10尺都冇所謂啦，因為佢仲有嗰啲叫風扇嘅。如果即係古舊啲嘅學